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。霞路皇族村。公元1279年，南宋丞相陸秀夫背負年僅8歲嘅小皇帝趙昺投海殉國。當時宋太宗趙匡胤第11世孫趙必堂亦都決心殉國，但喺投海之前呢，佢就將2名年幼嘅仔趙良鉗同趙良聰呢就託付俾瓊州太守林元富。咁林元富咧就帶住2個王子咧就改咗名林大奴同埋林二奴，隱居咗偏遠嘅鄉野啊。到咗元朝嘅初年啊，林大奴咧就同林元富嘅仔林桂山咧就聚兵起義啊，但係咧最後都係失敗咗啊，只能夠繼續匿喺啲偏遠嘅鄉下。直到公元1374年咧，趙良聰嘅孫趙忠誠咧就帶住啲族人咧就喺睦州遷到古井定居，開基立業，成為今日霞路村嘅始祖啊。霞路村依家90%嘅村民咧都係姓趙嘅，屬於宋太宗趙匡胤一脈嘅後裔啊，咁所以霞路村咧就一路都叫做皇族村啊。清末民初咧，皇族村嘅村民咧為咗謀生咧就遠渡重洋啊，去咗美國、加拿大、新加坡等等嘅地方拼搏。咁佢哋事業有成之後咧，就肯定係翻鄉下買田起樓啦。咁佢借鑑咗外國城市建設嘅經驗咧，統一採用青磚外牆、橫豎不直啊，形成咗規劃整齊、中西合璧嘅5福里華僑村啊。你哋有咩兩老英嘛？口都不就可能，那個時候就變得所以拿來拿嘅嘢。大一個嘅兩啊！零就是那個很可憐嘅，你個腦都可能成長到惡個緊個落後。你先不就拍到嘅呢？佢哋後起個，佢哋後起個，河間嘅古蹟啊，你河嗰街跑樓啊，又長眼啊！鬼爆樓啦！佢又唔係幾大間啊！係啊，佢自己是人哋啊，你自己行開幾副銀紙，20條行，一條行係3副銀啲，屌，那後國個後到你翻嚟扣，佢翻嚟1個月後佢緊都咩要，佢翻嚟。反而跑樓㗎，係得個得嗰個。人知個跑樓。哦，係啊，頭先路口突然之間我見到係一個，全部姓趙，你係姓趙啊？我唔係，我姓楊。喺呢個90%村民都姓趙嘅皇族村咧，呢個唔姓趙嘅楊伯咧就顯得好特別啦。咁呢種特別咧就好似佢身後嗰啲青磚大屋㗎，佢嘅基礎咧就係中式嘅，但係行緊咧就係西洋風格嘅路線啊。阿楊伯同呢片土地咧，都算係一種靜默嘅融合同埋對照啊！我哋出到玩遊牌佬啊！玩遊牌佬啊！80分都有攞。玩遊牌嗌世界啊！嗌世界得㗎，有得攞仲唔撚到人啊？呢有種欠喎啊！有啊得，啲細房都冇難得佢種。好長都係過嚟過去都問過得晒。50卡，你數過？加數過啦，50個卡每一卡12米，係幾長？咁忽然間覺得咧，阿楊伯數嘅唔係車廂啊，而係所剩無幾嘅時光啊！佢同佢背後呢片古建築咧，一個就數住倒數嘅年月，一個咧就見證住流走嘅百年。人啲老戰友嚟㗎，喺山東啊、沿海啊，總部係雷達4款，我早啲喺飛嘅嘢，飛機飛到哪知道雷達過到。你以前係空軍嘛？北海艦隊航空兵戰火喺雷達。講咗幾年啦？5月10。哇！佢哋講一下就成50幾年前啦嚇。好快就講年啦，好快60年啦。大個啦，俾電話啦。好啊，最好嘅電話咯。100歲鼓掌啊！100歲鼓掌嘅。哦，咁快幾煙啦。好，大哥。阿楊伯送走戰友嘅情景咧，彷彿咧就同身後100年嘅老樓重合咗啊！時光咧就收走咗所有嘅喧嘩，淨係留低咗一片靜默。